經過一輪強勁升市之後，估值當然比年頭高咗，但係咪仲有啲被市場忽略但係有增長潛力嘅行業呢？不如我哋就一齊睇下有咩行業或者主題係值得留意，特別係有結構性增長潛力嘅範疇。首先講下科技行業，我哋預期優質嘅科技公司會有更多嘅盈利上調空間。中國科技要邁向自主同埋自給自足，係一個唔會改變嘅政策方向。新技術嘅發展，例如人工智能、人形機械人、自動駕駛，呢啲都仲係喺初步階段。雖然人工智能基建方面嘅早期投資可能會慢慢放緩，但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層面會加快擴展，帶動價值鏈下游嘅需求增長。呢啲都會支持盈利上調，進一步推動科技板塊嘅表現。另外喺醫藥板塊方面，中國同埋亞洲嘅藥物研發同埋臨床試驗成本都比西方國家低好多，而質素又差唔多，所以全球好多大型嘅藥廠今年都積極採購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嘅產品授權或者外包協議，將會加快藥物開發同埋臨床試驗嘅進度，整條價值鏈都會受惠，包括咗生物科技公司同埋各類專注研發、生產同埋銷售外包嘅 CXO 公司。最近醫藥行業有所調整，反而為一啲優質嘅股份提供咗非常好嘅入市機會。90後同埋00後世代將會係未來消費嘅主要動力來源，而呢班年輕人嘅消費模式同以前好唔同。舉例，佢哋對買樓嘅意欲比較低，冇買樓自然就冇咗按揭還款嘅財政壓力，變相多咗可支配收入。佢哋消費嘅時候會選擇一啲可以為佢哋帶嚟快樂或者係提升情緒價值嘅產品同埋服務，推動咗好似 IP 玩具、寵物、珠寶、化妝品、文化旅遊等等嘅行業發展。最近呢啲行業都有一定嘅回調，令到估值變得相對合理，都係唔錯嘅入市時機。展望未來6個月，中國市場有咩關鍵風險同埋機會值得留意呢？我哋就一齊嚟拆解一下。先講挑戰同埋風險。中美關係依然存在不確定性，特別係如果特朗普為咗中期選舉想攞多啲籌碼，唔排除會再升級貿易戰、加關稅、增加各種出入口限制都有可能。呢啲發展會影響對中國嘅出口增長，亦都可能會對中國經濟嘅增長前景造成壓力。喺國內經濟方面，如果消費者同埋投資者信心重建唔到，傳統消費同埋投資意欲都可能會繼續受壓。近期嘅餐飲業同埋零售消費數據都唔係太理想，加上製造業對投資資本開支嘅意欲低迷，亦都可能會令經濟增長低過預期，同時拖累企業嘅盈利。另外，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又係中國主要嘅貿易夥伴，而家面對住唔少嘅經濟挑戰。如果處理得唔好，會有機會陷入經濟衰退，咁就會影響對中國嘅訂單。同樣地，如果歐洲經濟轉差，都會打擊中國嘅出口需求。至於機會方面，我哋預期政府會喺股票市場同埋樓市推出更多嘅措施去重建信心。科技板塊方面會加快自主同埋自給自足，而內需方面亦都會有政策刺激，推動整體經濟增長。另外，進一步嘅資產重新配置亦都係另一個正面因素。隨住信心慢慢重建，我哋預期家庭儲蓄會逐步轉向股票投資同埋消費，為實體經濟同埋股票市場帶嚟新嘅動力。總括嚟講，雖然今年以嚟市場升咗唔少，但係我哋對中國市場嘅長遠前景仍然保持正面嘅睇法。短期內確實係會有啲風險因素導致市場出現波動，例如地緣政治、經濟數據等等。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亦都見到政府政策嘅支持，同埋資產重新配置、資金流入市場等等所帶嚟嘅機會。我哋會偏好一啲有基本面支持嘅行業或者股票，特別係有結構性增長潛力、盈利有上調空間嘅，好似科技板塊、新消費、醫藥行業等等，而唔係一啲淨係靠估值提升所炒上去嘅股份。
雖然前期市場升勢比較急速，有機會引發短期獲利回吐嘅壓力，但係綜合各方面嘅因素，我哋嘅睇法依然都係逢低買入，而唔係見升市就急住沽貨。